昨晡日的記者有報講，台南頭桂鄉鄉的南宮村有發生土石流的情形，經過1日的也幾日走山的情形，很過嚴重哦。唔單止路啊、天橋啊、路本進黑的，連電力屯、通信設備也中斷，更加大體有20戶的鄉親受困。地方歡迎韓國社會係也按多位內省呢為截斷河壩水，為形成韓國大嘅傷害。從對門看過去，年代搶住山派已經變做咧黃色嘅奶沙，數十找尋大批嘅村民喊做咧企喺長安橋等背，關心奶沙這樣嘅狀況。不過將轉短短一天，佢從長安橋應該本大量嘅奶沙佔貼，包括下節嘅個人，還有天花線、天火墩都本來團貼。當地居民都冇奈何嘅表示，看到安外現象真嘅係外腳都冇目知。你安尼件嘢會過下來啊？規橋嘅部落嘅面當紅去。哦，當然啦。村子這麼多，當然嘛艱苦。但係這2分話地靠40多萬有，1年啊呢。因為呢條奶沙很多嘅流通，所以順條台面嘅怪獸根本唔敢開挖，喺個大到地圖嘅機密，就已經完全冇路做嘅行咧。哦，你目前個地位都有10戶面，哪嚟？交通方面咧？交通方面目前嚟講有嘛？你下路所有路有嘛？攏行唔得，嚇！有啲所在嘛，衝入衝關啊，土石流有嘛，造成有嘛？嚇，路攏欠得起。雖然講水波橋錯別已經緊急8出70萬當作千里費用，不過當地民眾表示，呢下狀況按嚴重，了咗錢根本唔拿用。只係看嚇，你目前安尼經費講係70萬嚇，而老啲要用錢多，安尼個唔會嚇，人講造成用2次嘅傷害有嘛？嚇，嘅經費是唔拿。甚至造成水波橋用家也過100到現場來回洽，喺個表示會用專門嘅方式來處理呢一種企業。不過當地居民很係通宵，因為呢人奶沙強勁為將火把淹體咧，個唔夾得要處理，可能會變做燃車夫，對下節民眾嘅生命財產安全和造成很係嚴重嘅威脅。係咁李豐基南條報道。